The Chosen 選文，文章題目：甜蜜的負荷，作者藍星，文章源自蒲公英，聲音導航者李國恩。我媽話唔可以借錢畀你哋屋企㗎，你哋將來都會同你哥一樣冇出息，借嘅錢以後都攞唔返嚟。匿喺角落嘅雲斌站在原地，久久不能自己。雲斌嘅父親係退伍軍人，對孩子嘅管教始終從嚴，但越係嚴厲，雲斌就越係叛逆，喺鎮上係出咗名嘅淘氣。一家人靠住微薄嘅退休俸度日，原已經十分辛苦。父親生病之後，更加係雪上加霜。呢一日，母親請兩個細佬去同鄰居借錢，偷偷跟喺後面照應嘅雲斌，意外發現自己在外嘅評價如此不堪，如夢初醒嘅佢斷下決定要重新做人。一夕之間，雲斌嘅成績突飛猛進，個性亦都成熟唔少。父親去世之後，佢嚴以律己咁樣負起責任，畀細佬們一個好榜樣，亦都一肩挑起咗經濟重擔。奮鬥多年嘅雲斌有咗賢妻相伴，終於喺大城市開店做老闆。兩個人終於捱出頭，開心迎接美滿幸福嘅生活。花錢去校外教學，倒不如將啲錢慳落嚟喺屋企讀書啦。爸爸細個嘅時候，乜嘢都要靠自己，你哋應該感恩知足啊！唔係要你市場收攤嘅時候再去買餸咩？價錢至少慳一半㗎。貧苦出身嘅雲斌，切身了解為錢所逼嘅痛苦，刻苦節儉嘅習慣，俾佢對開銷錙銖必較。但係嗰副我係一家之主嘅模樣，俾妻子倍感壓力同埋委屈。尤其係佢嚴厲嘅個性，喺管教孩子上，時常同妻子有出入。認為孩子要多吃苦、受磨練，長大先至有競爭力。夫妻倆爭執不斷，孩子亦都對佢畏懼疏離。雲斌苦思不解，自己辛苦為頭家拼命，點解總係得唔到妻兒嘅愛護同敬重嘅呢？一日聚餐，有人攞出一張照片問佢：呢個係咪你老婆啊？照片中熟悉嘅女子正與一名男子親熱緊。盛怒嘅佢返屋企質問妻子，冇諗到妻子竟然毫無畏懼咁樣答：你睇到啦都好，反正我早就已經受唔到啦，不如趁早簽字離婚啦。講完，提起簡便嘅行李，帶住兩個兒子離開咗。憤怒嘅雲斌心諗，妻子明明能夠一齊吃苦打拼，卻喺事業有成嘅時候選擇離開。睇佢如今少咗經濟能力，仲可以撐幾耐？於是雲斌卯起勁，爭奪孩子嘅撫養權。喺取得孩子嘅撫養權之後，雲斌先至發現照顧孩子冇想象中咁簡單。
蠟燭兩頭燒嘅宏斌既挫折又疲憊。一日，佢喺孩子嘅作業裏面見到，過去爸爸都冇照顧過我哋，法官卻將我哋判咗畀爸爸，真係唔明大人喺度諗乜嘢啊！孩子嘅說話如利刃戳入宏斌嘅心坎。朋友總係安慰佢，只要錢賺得夠多，孩子唔係問題，老婆再娶就有㗎啦。然而宏斌好清楚，呢個並唔係佢想要嘅結局。暑假終於嚟臨，身心俱疲嘅宏斌帶住孩子返鄉下老家。母親得知兒子近況之後，亦都勸佢：你唔好急住走，公司嘅嘢先擺低，留多幾日，多陪下孩子，亦都陪下我。隔日，宏斌帶孩子去溪邊玩水，一通電話打嚟，宏斌連忙上岸處理公務。爸，哥哥跌咗入水裏面啊！宏斌一回頭，果然見到大兒子喺水裏面再浮再沉，就奮不顧身咁樣跳落水，奮力將個兒子拉上岸，咁先注意到兒子手裏面緊捉住釣竿唔放。都呢種時候啦，仲理釣竿？只係見兒子膽怯咁樣回答：我攞住你新買嘅釣竿，卻唔小心跣咗入水，我驚你會……宏斌一把抱住兒子，同你哋相比，魚竿算乜嘢啊？呢個時候，愧疚感油然而生。呢幾日，宏斌陪孩子們到田野間散步玩耍，熟悉嘅景象俾宏斌憶起童年時光，不禁感觸。幼時雖然家境困苦，但一家人走過風風雨雨，仍然係幸福喜樂。而今經濟唔再係問題，自己同家人嘅關係為何卻更加疏離呢？打拼奮鬥多年，莫不為咗家人，卻因為錢而破壞咗與家人寶貴嘅關係，值得咩？而嚴以律己嘅作風下，若能寬以待人，是否家庭氣氛就會變得唔一樣？快開學啦！宏斌喺孩子隨後為佢哋檢查暑期作業，發現作文上面寫住：我曾經希望能夠離開爸爸去跟媽媽過生活，但係嗰一日爸爸落水救我嘅時候，我先發現爸爸對我嘅愛。而家我嘅願望係媽媽能夠返嚟，一家人永遠喺埋一齊。淚水喺眼眶打轉，宏斌決定攞出當年改變自己嘅勇氣，再次贏返家庭嘅親密關係。馬拉基書4章6節，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，兒女的心轉向父親。有位愛我的天父，他永遠不放棄我，他愛的同在使我完全，我深知他
在许多为难时刻，在流泪的过程，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，我深知你顾念着我，我知你顾念着我，吸引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，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一切，吸引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，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贴近你心，拥抱在你怀里，我爱你，我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是